大家好，我係 Sugar Property 嘅 Christopher。伯明翰市中心嘅標誌式奢華項目 Addition， 佢周邊嘅交通配套同埋生活配套到底有幾咁方便？今日就介紹一下俾大家。Addition 位於伯明翰嘅市中心，擁有 B1 嘅黃金位置。一落樓穿過圖書館，3分鐘都唔使，就已經係巴士站同埋地面電車站。喺 Addition 出發步行10分鐘左右，仲可以去到 New Street Station。呢度係除咗英國倫敦之外最繁忙嘅車站，通往倫敦、Edinburgh、Sheffield 唔同大城市嘅火車都喺呢度出發。另一個車站 Slow Hill Station 距離 Addition 都只係13分鐘嘅路程，住戶可以好方便咁返工同埋去到伯明翰以外嘅城市。喺 Addition 向東大概2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 HS2 高速鐵路喺伯明翰嘅站 Curzon Street。HS2 係歐洲最快嘅列車，未來完工之後，去倫敦嘅時間將會縮短至49分鐘。伯明翰同英國其他城市嘅往來將會更加緊密。如果你係中意美食嘅話 ，Addition 都唔會令你失望。喺 Addition 出發步行10分鐘之內就可以去到伯明翰最受歡迎嘅餐飲熱門地區，包括 Brandy Place、Bott Street 同埋 Albert Lodge。另外，伯明翰都有唔少米芝蓮餐廳，有3個就位於 Addition 嘅生活圈附近，包括 Offham、Adams 同埋 Purnell's 都可以好快就去到。如果你係想喺伯明翰感受一下你嘅家鄉美食，行16分鐘左右，你就可以去到伯明翰嘅 Chinatown， 火鍋、串燒、港式餐廳、奶茶應有盡有。週末如果想出門 shopping 食飯輕鬆下，附近亦都有大型嘅購物中心 Mailbox、Grand Central 同埋伯明翰嘅地標商場 Brewing， 全部都係大概10至15分鐘就可以輕鬆到達，完全滿足到購物嘅要求。目前 Addition 嘅第1期幾乎已經賣晒咁滯㗎啦，而第2期 Centenary Tower 亦都火熱搶購中。如果你對呢個項目有興趣，想攞多啲資料，記得盡快聯絡我哋。下期我哋將會為大家介紹 Addition 嘅戶型配套，記得關注我哋，下期再見啦！